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好好运动哦。又见面了，又做得老大家看下来运动咯，今日同欢喜哦。今日是今日的老师罗元婷老师，接下来我介绍两位同讲的助教老师哦，一个是玉婷老师，一个是静怡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我老大家看下运动呢，我放起来了，做唔得做错到。碰电哦，吼，叶草师傅的叶台哦，哈，看下来运动起起来，老师看下，因为运动等于一时的运动就会老师安尼，看下动苗条哦，哈，好，提早动作哦，好，数来，转到前面，往后收回，再一次数转到前面，数转来，中简单的动作就做得好，再来数转来，前面。数转来，好，脚蹼呢，动简单转呢，右脚踏出去，左脚数过来，再来，左脚，右脚，好嘞，右脚数，左脚数动简单，右脚数转来，左脚数转来，好，然后呢，数老脚的控下来了，右脚数转，左脚数转来，做得嘛？右脚数转来，左脚。数转来，再来4度，动好3度，加油哦！前后2度，动好，係，又係 T 字動作哦，好，呢有4組動作哦，會串成一個組合動作哦，因為什麼記得哦，哈，老師聽書記動作哦，哈，聽一組動作呢係按你開胸，雙手打開，好，收回來，把你的雙手靠近，再一次打開來，數轉來。打開來，數轉來，好，加上方向哦，右片打開，中間數轉來，動好來了，左片打開，中間數轉來，右片數轉來，左片數轉來，好，也係數手部的運動哈，用呢要用踏步的方式，好，跟前面一樣的動作，來都加上雙手。回這裡，左邊回，右片轉來，左片轉來，再來右片轉來，左片轉來，動好前後4度，3度，加油哦，2度，動好1度，好，然後呢2組動作呢，你做得聽一組動作，加上聽一組動作嗎？好。我哋嚟試試看咯，好，前面2組動作後背嘅，我哋當後背嘅動作咯，好，第一組動作嘅原地踏步加上雙手收回，雙手數轉來，然後3度，加油哦，4度，做得5度，6度，做得來咯，7度，前後1度，第二組動作來1，數轉來2，數轉來右片數，左片數，還有4度。數轉來3度，加油哦！前後1度，動好。要2組動作，你後背呢？第3組動作了，有一些些的難度哦。好，雙手舉高，往下拉回，像舉啞鈴這樣子，往上撒回，收回來，再一次往上，收回來，很好，再來上，收回。上一樣分解我們動作，雙手往上收回，再來4。收回3，收回2，回1，回好，这是手部的动作。好，来脚步咯，跟刚刚不太一样哦。刚刚是踏步，现在是要后勾，踏你的右脚，把你的左脚勾起来，係往師傅的方向勾起來。好，安尼左腳踏開來，右腳勾起來，做得好，看慢一些的。有些觀眾朋友聽唔到啊，好，看慢點位，數轉，踏下去，勾起來，踏下去，勾起來，再來4度，動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3，還有2，最後一個1，好，我們要加上雙手咯，好，踏步的時候雙手抬高後。勾起來呢，數，哎呀，數轉來，嘿，就是變成這樣子，好，這個叫做後勾，好，再來左片，左腳打開來，右腳勾起來，做得嘛？好來了，上面
叫起来，上面叫起来，上面叫起来，再来踢4度，前后4度，动好，3度、2度，舒转来1度，好，要系第3则动作哦。接下来1、2、3，我们来加加看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咯，第一个动作准备，踏步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，我们接上第二个，开胸，开胸，非常好，加油加油，4、3，后勾来了，上勾，上勾，上勾，等好，加油加油，最后3个，加油2个，最后1个，好，收回来，这是3个动作组合咯。最后一个动作，第4个，很简单很简单，右脚往前勾，双手往上推，好，再收回来，再一次，推高，收回，推高，收回，推高，收回，可以吗？双手推高，收回，推高，收回，加油，再来，推高，最后4个，4，回，3，回，2，回，1，回。好，我们现在3加4，好吗？前面1、2我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，我们来3加4哦。3什么还记得吗？后勾，后勾。对了，非常好。再来4个，4、3、2。对了，1我们直接把你的右脚往前推，收，推，收，很好，加油咯，加油！倒数4个，来，3、2，非常好，1。好，现在4个动作我们大家都学会了，我们一起来从头1加2加3加4，可以吗？4套组合动作来咯，我们一起慢慢的做，我们还不急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双手给我咯，1回，2回，3回，4回，5、6、7，第2个来了，开胸踏步，开胸踏步，背。第3个后勾上拉上拉，对了，非常好，再来5、6，直接勾脚推手，推手，松树往上，很好，再来，往上推高，眼睛可以看上面，上面，配合你的呼吸，最后4、3、2、1，安尼做得吗？有听松老师的脚步吗？好，来了。通奏周晚呢，有缓和的运动来，我把你的双手往上吸起来，好，往前吐掉，双脚往下弯曲，好，打开你的双手，收回，再一次左脚往前打开，收回，吐掉，双膝盖往下弯，再次往前，收回，可以吗？再来哦，开2、3、4，收回，开2、3、4，回到双脚，最后一次，开，很好，回膝盖弯，开双手，收回，可以吗？做完激烈的运动，千万记得要放松哦，缓和你很紧张、很快的心跳。很快的心跳呢，我们叫做有氧运动。有氧运动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哦，它可以增加你的心肺功能，还有呢，强化你的心脏的部分哦。OK 吗？好，我们最后我们配最后一次的动作，1到4个动作，然后加上缓和，我们就可以准备结束喽。好，来加油，准备，老师来喽，准备5、6、7。Go， 右踏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。第2个动作来，开胸踏步，漂亮，非常好。4、2，后勾来拉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往前推高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。8，可以再从头一次吗？很好，来从头来 N2，很好，接上第2个，来开胸踏步
漂亮。最后来4、3，拉手后勾，2、3、4、5、6，最后勾脚上推，上推，上推，都对吗？好，轻摇一抖，好，又休息嘞，缓和运动来往上，提气往前踩一步，吐气，打开双手，收回来，再来往前，吐气，打开，收回，最后一次咯，吸气，慢慢做，吐气，打开，收回，最后一次，吸气，打开，吐气，收回，吸气，打开。吐气收回，好，有吃到懂，有一点喘吗？有一点喘就表示你的心脏有在帮忙你增强心肺功能哦。好，今天的动作呢就到这边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